歡迎咧收睇軒叔叔呢個頻道啊！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一個新開嘅全新羅湖區，係全個深圳最新開嘅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咁啊呢個廣場咧就係琴日先正式開幕嘅啫，但係因為琴日咧好多地方咧我聽過都係未開幕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5月1號再嚟睇下。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咧係位於深圳市羅湖區人民南路同埋春風路嘅交界處，係一個全新嘅大型商場，總建築面積有成12萬平方米，由日本著名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係佢喺深圳嘅第一個作品。商場咧係以花、溪谷、雲、陰、瀑布5大自然元素為主題，設計咧充滿藝術感同埋沉浸式體驗。無論係想同一家大細咧嚟過週末，定係同老友揾一啲新嘅體驗咧，呢一度都係一個好值得嚟嘅地方。講到購物咧，益田假日廣場咧真係一個品牌嘅天堂啦！佢引進咗咧超過300個嘅品牌啦，其中啊更加有3成啊係羅湖區嘅首店，4成咧係品牌嘅旗艦店或者係新形象店，仲有呢一啲時尚嘅服飾啦，同埋一啲親子用品。想買國際嘅大牌子都有，定係咧揾一啲本地設計師嘅特色精品，呢度咧都係有㗎。特別值得一提嘅係佢喺一間4500平方米嘅永輝超市，賣晒一啲新鮮嘅蔬果、熟食同埋人氣小食啊，好似雞啊呢啲炸雞啊，對於一啲咧中意購物嘅朋友咧，呢度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講到食咧，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嘅飲食咧，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嘅餐飲選擇咧，都係一個大亮點。佢有30%嘅餐飲品牌咧係首次進駐羅湖區嘅，好似呢一間深圳海鮮自助嘅天花板萬格活海鮮榴蓮自助餐廳咧，啲海鮮係即撈即煮，仲有榴蓮任食。對於你中意食海鮮嘅朋友咧，呢一度一定係一個天堂啊！我身後邊嘅呢一間貴廚酸湯牛肉咧，更加係華南嘅第一間鋪頭。中意食酸辣開胃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嚟試下呢個新口味啦。其實商場咧仲有好多中西嘅餐廳嘅，好似有啲傳統嘅茶樓啊、火鍋店啊，同埋西式餐廳咁。無論咧係想同家人咧食一啲豐富嘅晚餐啦，定係同朋友飲下咖啡、飲下茶、傾下偈咧，選擇都係有好多嘅。喺戶外嘅街區咧，仲有咖啡店啦，同埋一啲嘅甜品店。坐低飲杯咖啡，望住花園嘅景觀，感覺係可以好放鬆㗎。喺香港咧，去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咧，其實都好方便㗎。商場咧位於羅湖區嘅核心區，距離羅湖口岸、文錦渡口岸同埋蓮塘口岸咧，都係需要15分鐘嘅車程嘅啫。搭地鐵3號線咧去到翠竹站 B 出口咧，就去到商場㗎啦。而家咧憑住回鄉證咧，去到呢度任何消費咧，就可以換一個袋啦，或者係一杯嘢飲啦，或者係一個手機嘅支架。咁啊3揀1，我揀咗呢個袋，個袋都幾實用。總括嚟講咧，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咧係一個集購物、美食、文化藝術同自然景觀喺一身嘅新地標，特別咧適合香港嘅朋友過嚟睇下㗎。如果你中意呢一條片，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呢一條頻道。我遲啲咧我就會分享更多粵港澳大灣區嘅玩樂攻略。留言話我知你最期待商場係邊一個部分啦。下條片再見，拜拜。